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咧我哋主日學講耶利米書，今日係到第4堂啦。咁咧主要講嘅經文咧就喺第2章至到第10章嘅。咁我揀咗呢9章書嘅主題咧，就叫做神同埋以色列人嘅愛情故事。咁根據邊度咧？嗱，我哋睇下耶利米書第2至10章嘅經文咧。佢係以詩歌作為題材，包括先知詩啦或者警告詩為主，夾雜一啲散文敘述同埋象徵性嘅比喻。咁呢啲係古希伯來語嘅先知文學其中一個典範嚟嘅。咁啊睇話嗱，咁呢個經文咧，即係話呢9章嘅經文，主要題材係講啲乜嘢嘅咧？嗱，首先就係先知書啦，先知詩多用咧修辭啦、排比、問答或者情感強烈嘅語句，像訴訟詞，即係好似神咧指控佢嘅百姓，或者哀歌先知好痛心咁流露出佢嘅感情，警告即為宣講嘅詩歌。另一方面咧，有散文敘事嗰部分嘅喎，有啲段落咧會轉咗為敘述背景，交代神說話臨到耶利米，同埋咧尾後嘅勸勉。比喻咧象徵乜嘢咧？用咩做比喻象徵咧？就係例如話配偶啦，即係講葡萄樹水偶像意義豐富嘅經文，呈現出罪惡、悔改、神恩典同埋審判嘅主題。咁希伯來詩嘅特色就點嘅咧？我哋簡單嚟講叫字母離合詩體嘅結構。咁包括乜嘢咧？佢嘅特點係原來每一段詩嘅第一個字咧係希伯來嘅字母嚟嘅，順序排列。佢呢個就阿拉夫，咁即係等於我中英文嘅 A 啦嚇。到尾個字就叫 Tav 咁樣啦。咁因為希伯來字母得22個嘅啫，所以咧就係22字啦。咁用22個字母咧嚟去排列安排個詩句嘅。咁除咗字母做排頭之外咧，仲有節奏嘅喎，詩一定係講求節奏。呢個離合詩啦，其實離合詩好簡單，即係簡單講有上半句、下半句嘅。咁你睇詩篇啦，好多時候都有上半句、下半句啦。咁其實佢哋嘅節奏係有時唔對稱嘅，有時會斷斷續續嘅。咁呢啲嘅安排咧，俾讀者有一個傷感嘅感覺嚇。即係個節拍有咩3+2、3+3、2+2嘅拍子節奏咧，喺哀歌中常常出現嘅喎。咁即係話，如果你讀耶利米哀歌咧，呢種嘅結構佢常見到嘅。好啦，押韻咧就唔係好似西方人，其實我哋中國人都係嘅，押尾韻為主係嘛？我哋詩會有押韻㗎，押韻越好咧越精彩係嘛？好啦，佢唔係喎，佢因為佢嘅特色唔係嘅，係靠咩咧？係字母循序排列同埋句子結構上嘅對應，重複關鍵嘅詞，譬如發怒，營造節奏感嘅情感張力，譬如話發嬲，好嬲，更嬲，即係呢一種嘅表達方法，就唔係用押韻咧方式嚟表示嘅。咁呢種題材有咩用咧？係幫助記憶重唱喎。可能對我哋冇乜意思啊，因為我都唔係希伯來人。咁但係對佢哋即係講希伯來話嘅人咧，好有用嘅，可以幫佢記憶重唱啦。且使經文喺宣讀時帶有濃厚嘅情感張力同埋神學深度。留意佢帶出一個咧濃厚嘅情感。呢個詩題材嘅特色嚟㗎，特別適合於表達神對錫安，即係其實對即係耶路撒冷猶大以色列人嘅怒氣哀痛嘅主題。因為咧點解咁講咧？因為講緊耶利米書同埋呢個耶利米哀歌咧，都係呢個氣氛嚟噶嘛，哀痛同埋怒氣呢兩個主題嚇。好啦，咁我又OK 嗱，咁可以話咧，今堂咧我派俾呢啲咧，如果我讀聖經講呢個就頭嗰兩個階段，速讀速解而家其實我進入深度噶啦，即係嗰個參構嘅層次喎，即係話咧已經裏邊嘅問題咧已經唔係呢啲嘢講，但係好重要係可以幫我哋咧更加了解上帝嘅啟示嘅OK 嗱，咁我問啦，
同一件事，若分別用詩體裁或者散文，兩者表述有咩唔同啊？留意為何咯？即係當你問深一度嘅理解嗰時候，一種 how and why 啊嘛。咁我用一個 why，點解要即係有咩分別咧？其實點解有啲係詩，有啲又唔係咧？呢個問題。咁如果我明白咗之後咧，咁我讀呢段聖經好容易啲啊。OK， 好啦，跟住我話，咁我睇點樣答啦。嗱，唔同嘅地方咧，有下邊幾方面我哋留意到嘅。第一，語言形式就 language form 啊，即係講説話格式咁，有 grammar 噶嘛嚇。有咩特別咧？好啦，詩咧通常會用押韻啦、節奏或者係音韻尾，傾向於簡練和濃縮啊。其實濃縮你知唔知啊？詩可能咧即千言萬語重在半句中，呢個就係我哋詩啦，係嘛？我哋中國領導人咧最終拋啲詩出嚟噶嘛？你諗下啦，幾個字，你先慢慢諗我講乜嘢啦？即係講咗俾你聽，好似未講俾你聽。嗱，呢個係詩好特別嘅地方，係運用咩意象同埋比喻，最重要咩表達情感嘅氛圍啊！嗱，記住喎，係表達情感，即係叫做詩，其實即係抒情啊嘛。好啦，咁散文即係一般敘述文點樣咧？係平實嘅説話進行敘述啊嘛，有邏輯，有連貫性，語言流暢，較少刻意修辭，重在敘述事件、描繪情景，較為詳細。即係話直白㗎啦，你唔需要解㗎啦，你唔需要查字典。哇！呢個字講咩咧？哇！呢個特別咧，即係直白㗎啦，驚死你唔明白嚇。如果佢講得唔好咧，俾人拍邏輯，你知啲亂龍，你講嘢都唔清楚嘅，上後矛盾嘅，前後矛盾，你要發覺㗎嘛。即係一篇好嘅敘述文咧，係應該有呢啲嘅特色㗎嘛嚇。啲人一睇就明啦，唔需要多嘢解釋嘅嚇。好啦，另一方面喎，除咗 grammar 語文嗰個結構之外，仲有咩咧？感情嘅表達啦，即係詩歌嘅簡直係一絕啦嚇。情感嘅咩係直觀深刻啦。其實情感呢家嘢咧係直覺嚟嘅。呢個我太太嬲啊！Anita 點解嬲啊？我嬲啊！再問兩句佢就唔睬你咁啦。對唔住，將我老婆擺喺上台，唔敢擺你擺上，我唔敢擺你哋上台啊！梗係擺我老婆啦。嗱，即係情感呢樣嘢係即係直覺係，唔係你大家知道嘅一情緒一嚟咧，即係你唔好講嗰啲理由俾我聽啊！即係我開心係咁，唔開心係咁，係直覺嚇。咁點樣表達出嚟呢種咁嘅直覺嘅感覺咧？係通過象徵隱喻傳達複雜嘅情感係嘛？咁所以咧，大家都知道咧，當你追女仔或者你追男仔，情詩係最緊要嘅。嚟咗情詩之後咧，哇！你嗰個追求成功嘅機會咧，就真係去到90%㗎啦。因為你個即係你呢個係你靠把口去表達你嘅感覺啊嘛，呢樣嘢最緊要係嘛？種意象帶出情緒啊，後邊都緊要話用留白讓讀者自行揣摩，給讀者留下想像空間係嘛？咁所以明白咧，我哋中國人，我哋中國領導人最叻㗎，留翻空白，你自己諗啦，你諗就得㗎啦。我冇講俾你聽，你中意諗乜得啦嚇，留多想像空間俾你㗎。呢個就詩歌嘅特別係嘛？好啦，咁散文點咧？喂，梗係唔掂啦，理性鋪陳直述，通過敘事嘅方式展開細描心理、動作和場景、情緒描述較為明顯完整。其實我諗起乜嘢咧？啲 counselor 輔導員啊，佢雖然好似咧同你有同理心，最後結論都係解釋個情景俾你聽啊。嗱，你應該其實咧係乜嘢嘅？其實係導致你咁樣嘅點，你控制你個環境就得㗎啦。咁樣嗱，又係 control 啊！記得我時講過 control consequence 啫嘛。你知道因素，控制個因素，你就達到個結論啦。你個期望結果嗱，其實呢個係理性嚟㗎。咁所以有時咧，如果你話都係幫助輔導人嗰時候，你要分得好清楚。否則嘅話咧，即係我哋嗰個輔導策略都會有錯誤嘅機會啦。咁兩者係咪響情感表達係唔相同啊？散文真係似乎用理性去說服人啊，情感方面咧就純粹係抒發嘅啫嚇。好啦，咁讀者咧話即係譬如當聖經咁樣寫嘅時候，我哋作為讀者對我哋有咩影響咧？我哋點樣體驗嗰啲嘢咧？好啦，詩歌咧
係注重讀者嘅觀感體驗和情感共鳴喎。即係話，如果係讀詩篇讀呢啲得唔到共鳴咧，似乎我哋真係有啲問題。即係可能其他原因啦，唔係我哋嘅嚇，即係而非單純理解嘅。我往往需要讀者咧細細品味、體會韻律同埋情感啊。咁呢啲要讀好多次咧，而需要領會個中嘅情景嘅嚇。好啦，散文係點咧？係信息嘅傳遞，讀者可以直接理解同埋消化內容嘅，關注故事情節嘅細節，讀者能夠快速咁掌握事件背景同埋邏輯，係咪？其實今日嘅網絡世界咧，你見嗰啲嘅資訊咧係可能一句兩句一段20-30個字嘅咋，咁其實佢用嗰啲技巧咯，一睇就明白，唔使問啊，因為我哋冇時間再消化你講啲乜嘢啊，直接將資訊植入個腦就最緊要啦嚇。咁呢個咧係你可以留意到咧，係咪兩者唔相同嘅地方啊 ？OK， 好啦，如果係綜合嚟講咧，詩歌體同埋散文表達同一件事，各自有其獨特嘅藝術魅力同埋表現方式，能夠引發不同嘅情感共鳴，係嘛？咁可想而知咧，真係寫聖經都真係高手㗎，有詩有散文，有詩有散文啊！呢一方面咧，即係體會到啊呢個即係聖經係非常好嘅讀品嚟嘅啊！好啦，其他啦嗱，有第二個為何咯？咁點解呢段經文係用詩歌為主題咧？既然兩種表達，即係等於我寫文章，我可以揀題材噶嘛，揀呢個題材，揀呢個題材。我點解要揀呢個以詩歌體為題材，唔好似其他嗰啲經文咁樣直述事件咧？咁我哋睇下個答案點樣啦喎嚇。好啦，呢個咧就係第二節。其實第一節就係話上帝的説話臨到耶利米嘅啫，所以就係即係開咗話呢啲説話係上帝講咁解啫嚇。咁所以開始其實呢一句咁啊，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説，耶和華如此説：你幼年的恩愛、婚姻的愛情，你怎樣在曠野、在未曾耕種之地跟隨我，我都記得啊！呢句開場白咯喎，即係通常我哋睇文章咧，第一句差唔多就係佢要講嘅嘢嚟㗎。如果我將第二章叫第10章作一個整體睇嘅時候咧，呢個就係一個開始，即係話後邊講嘅嘢咧都會圍繞住呢一件事嚟做一個中核心點嚟發展嘅。好啦，呢度嗱呢個係詩嚟嘅，呢句係啊。咁經文幼年的恩愛、婚姻的愛情係講咩？嗱，例如因為愛情啊，嗱大家都識過談情戀愛啊，談過情嘅個個都嚇，係一感情嘅事嚟㗎，係咪？係主觀嘅喎，唔能夠用客觀同埋理性。所以我中意我太太，如果唔係我太太，我主觀中意佢好啊，定客觀中意好啲咧？嗱，請各位女士啦，你中意你嘅配偶係主觀中意你一定客觀中意你咧？呢個客觀就話，因為生得靚咯，或者有錢啦，或者係斯文咯。咁我諗一諗，咦？點啊？當我老咗人老珠黃嘅時候，咪唔中意我咧？你話我中意有錢，我冇錢又點咧？哇！我有學問，哇！有個女士學問俾我開憂嘅時候，佢咪變心咧？係嘛？似乎咧，我諗每一個女人呢句唔會收貨嘅。我中意你就中意你啦，冇理由嘅感情嘅啊，咁啊穩陣咯喎嚇。當然你會移情別戀嘅啊，咁所以咧係兩者唔同嘅地方係嘛。所以我留意呢一點啊，因為愛情屬於感情嘅事，主觀唔係客觀理性。講邏輯用呢個方向處理咧，其實點啊？詩歌體咪合適咯，係咪解咗咯？點解用詩歌體唔用散文咧？論嘅寫法咧，因為講愛講情嘛，係講感覺直覺啊嘛啊。OK 嗱，咁唔知大家收唔收貨啦？你個答案啦。好啦，呢個就好重要問題啦。嗱，呢個係好，我覺得呢個最關鍵。我哋今日咧，我哋想當然話，點解神用愛情、婚姻關係描述佢與以色列人嘅關係咧？呢個深度查經啊，去咗地方啊，咁點解嗱？我哋今日咧好，即係今日我哋讀聖經讀咁多年後都係，你都覺得理所當然啦，係咪啊？
我啲咩我哋係辛苦所謂新郎啊，呢啲咁嘅説話，成日我耳中出嚟出去。嗱，大家有冇諗一層點解用婚姻關係去描達呢兩者關係？睇下似乎我揾到答案係嘛？一齊比較下啫嚇呢個，因為呢個係自己揾出嚟嘅，冇書抄喺度嚇。嗱，呢段頭呢個字，神用愛情、婚姻嚟描述佢同埋以色列嘅關係，你可以應用今日同我哋嘅關係啦嚇。因為神嘅內在感情係從戀慕以色列人。留意個字，我等我紅咗佢㗎。你話邊度有咩證據啊？點解神戀慕我哋嘅？我相信大家個腦冇諗過一樣嘢。嗱，神愛我哋都有嘅，神梗愛我哋啊。但愛同戀慕係咪有唔同嘅詞咧？即係意義上啊，即係你讀書咁耐啦，用呢啲字嘅時候，愛同戀慕有咩分別咧？係嘛？嗱，呢即係似乎我有啲越咗界嘅，明唔明啊？嗱 ，OK， 嗱，所以我點解咧？我係嗱，所以就比較啦。嗱，我揾啲書咧，即係詩歌睇啊，就可以將嗱，假設呢個係喺個真實嘅先講下，即係唔真唔使講啦，真啊先啦。詩歌睇可以把他即係神對以色列嘅愛情描述出來。我問有咩理據啊？有咩理據啊？你有冇我冇亂急先？當然我冇亂急啦。如果揾唔到我就唔講啦，係咪？呢個肯定啦。其實我做咗功課就呢度啦，即係OK。嗱，即係有理據，睇大家認唔認呢啲都係理據咯喎。OK， 首先詩歌雅歌啦，梗係彈雅歌出嚟啦，係嘛？嗱，有時睇完之後點解？有時我啲即係要作研究性嘅，即係有時好奇怪，點解會雅歌裏邊有冇講上帝，乜嘢都冇，要放聖經裏邊嘅，係嘛？即係呢個係我哋唔係咁叻啦，唔係研究聖經到呢啲咁嘅探索問題啊，我哋即係表面文章嚟嘅啫。咁我哋話，但係如果即係讀雅歌咧，我都教到好似雅歌，我記得住學到咁多年都唔知教幾多次啊！用細膩豐富嘅愛情言語，嗱，留意喎，嗱，即係睇雅歌深讀就知啊，回饋咗咧深情嘅戀慕啊嘛，嗱，你講愛慕戀慕真係雅歌出現嘅啫喎，明唔明啊？即係情人嚟嘅喎，甚至有啲人講到話，喂，雅歌係少少二級半喎，佢哋好似好露筆咁噶嘛。不過佢啲嘢咧，佢用比喻講嘅。咩個比喻啊？俾你咪想像空間咯。咪入嚟你，因為如果你係3級嘅人，咁咪諗3級咯。2級嘅人咪諗2級啦，係嘛？即係呢個想像空間。嗱，即係象徵咧神內在對以色列人真實而熱烈的感情啊！如果我哋覺得雅歌呢本書真係講緊呢個，好似係講緊愛情故事，不如調翻轉講係上帝嘅心底話啦，係嘛？即係心底話啦。好多時候我即係其實我即係個重心就係咩咧？我哋認為神同人嘅關係借此為比喻啊，像夫妻嘅比喻。點解唔上升佢真實嘅描述咧？明白啦？我覺得我只係破格嘅呢個，即係我哋覺得係比喻啊。呢個真實個嗰個嘅實質咧，即係話神嘅內心世界係咁樣嘅。我係用呢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嘅喎，即係我唔係做一個比喻。一講得比喻嘅時候咧，就出咗幫我哋解落耶利米書咧，就出現咗我俾啲答嘢嗰啲嘢嚟嘅，呢啲嘢俾晒啲答嘢一樣，完全係理性分析。佢犯咗罪，神懲罰佢，佢係點樣神點樣，完全係理性結論。佢做咗乜嘢，有咩基礎？你做咗乜嘢，有咩後果？你咁樣回轉，我就對翻你好。呢啲咪全部 conditional 啊，全部係理性邏輯結論嚟噶嘛，係嘛？OK， 咁所以咧，我就話我係用呢個角度去試下處理呢一段文章，大家睇你就知嘅。好啦，我哋講到啦，詩中嘅男女戀人間嘅親密互動，嚟比喻神對以色列嘅渴望同愛護，顯出這份愛不僅是法律上的盟約，盟約啲字話，我哋盟約字會再出現翻嘅，
更帶着濃烈嘅情感與個人關係嘅深度係乜嗱？首先咧就係雅歌描述得簡單嚟講，好啦，咁下邊仲有咩理據咧？其次啦，個婚姻關係本質係相屬同埋忠誠啊嘛，用這樣嘅比喻強調神與以色列間嘅專一盟約，神好似丈夫對妻子有愛保護，也會因把背叛而傷痛。呢樣最緊要啦，即係話，即是話我哋有冇諗過？好多時候咧，我哋睇人犯罪啦，離開上帝，神好嬲啊，要滅你全家啊咁樣。但係你有冇另一個睇神嘅心會傷痛嘅咧？其實我大家都知道啦，我哋教仔咁愛錫佢，佢唔聽你話背叛你嘅時候，你真係好傷痛噶喎。啊，甚至個衰仔，我生個抽就抽你啊，即係有咁即係惡劣關係嘛。嗱，似乎我哋又可以諗啊，好多時候我哋計咧神高高在上，但係好似咧我哋摸不到、捉不到嘅一個形象嘅嘢啊。但而家咧神好似你當上帝聖經話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即係話摸得到、捉得到嘅時候，其實神係願意謙卑佢自己，令到我哋對佢係捉得到、摸得到、感覺得到。嗱，可能今日咧我哋對神嘅認識係只有啲人話，你喺腦裏邊嘅咋，但係感覺唔到啊！啊，好多地方我哋感覺唔到。全部都係一堆字嘅，一堆結構，一堆邏輯理性喺個腦裏邊。即係話我哋對上嘅認識，有啲人喺頭腦裏邊啦，一紮理性當中未進入喎。點解係爭一步？就係感情世界，未進入感情世界。所以當你話呢段講法嘅就話，當人背叛而傷痛咧，我即係睇到都係有啲 point 喺度嘅嚇，即係 OK。好啦。咁只要呢份關係既深有感情張力，活生生嘅愛嘅表達，唔非冷漠嘅制度，係咪？嗱，通常我哋講制度啦，講嗰樣嘢嚇。OK，好啦，最後啦，詩歌體描繪使神嘅愛更具人性化，就解咗啦，同埋可感知，使信徒能以人間最親密嘅經驗愛情來理解神對以色列嘅愛慕同埋渴望，強化信仰中情感嘅共鳴同埋親密感。咁所以點解我好中意讀詩篇啦？有時都話，我哋靈修分兩個階段嘅，一個頭嗰幾個字係讀詩篇或者加埋箴言係咁讀噶啦。然後咧讀其他嗰啲經文係嘛，有啲讀經計劃係咁樣嘅。其實我鼓勵大家咧，平時靈修係咁樣嘅，讀一篇詩篇，嗱你讀一章箴言咁樣。咁箴言一個月就翻一次噶啦嚇。咁詩篇唔知100幾廿篇之後又就一年就讀幾次啦係嘛？即係有時我哋都會每一次讀呢啲智慧文愛叫做係嘛？點解有智慧係講心啊嘛？你個人個心情咧，即係你對上帝近咗啊！即係其實不知不覺，你唔知我哋講啲雜嘢都唔緊要㗎。你讀嘅時候咧，你同上帝個接觸已經超越咗理性啦。咁你自己進步咧，即係神嘅話語幫助緊我哋，建立緊我哋自己不自覺。所以今日我係即係作為一個先生，即係解俾你聽點解咁樣發生，係咁易嘅啫嚇。我唔講俾你聽都發生緊㗎，你只要咁樣做就得㗎啦嚇。好啦，總結話，詩歌體用愛情描述神戀慕以色列人，我都要用戀慕嘅字啦嚇。理據在於以人間最深刻而親密嘅情感經驗，彰顯神活潑深情的愛與獨一無二嘅關係，促使信徒更深領受神嘅愛與盟約嘅真實喎嚇。即係呢個咁寫法啦。OK， 好。根據以上我頭先講嘅嘢咧，我認為呢個細咗啲嚇。我認為這段詩歌體嘅耶和華的話啦，即係呢9章聖經啦，正是從神內心感情世界發出嚟嘅聲音。不如當其實我已經差唔多咧，即係解俾大家聽，你點樣讀呢啲聖經㗎啦？OK 係嘛？OK 仲未得㗎，我做嘢要做，因為功夫要做先得嘅。OK 好啦，而家嘅問題啦，由心去問咯喎，究竟點樣讀呢9章聖經咧？即係同以前我講第一章係唔同嘅咯，即係啲地方唔同嘅咯嚇。咁呢個係一個真係題目嚟㗎。
希望咧到完之前你揾到答案，因為等佢讀啊嘛，嗱，你靠呢啲炸嘢唔得㗎，話你完全係資料嚟嘅啫啊，係唔得㗎，即係我認為唔得啦，可能即係我話你唔得嘅，我真係認為真係唔得嚇。OK， 好嗱，我再睇啦，第二節繼續發展呢段説話。佢話咧，你去耶路撒冷耳中喊叫，説耶和華如主説，你幼年的恩愛、婚姻的愛情，怎樣在曠野未曾耕種之地跟隨我，我都記得啦。呢度用咗詩，有得比喻喺呢邊嘅話，咁我哋簡單，因為重要解啦。嗱，呢個幼年嘅恩愛咧，係描述神與以色列立約時彼此間密切嘅關係，好似新婚夫婦在蜜月期間的感情啊！嗱，呢個係嗰啲解經家寫㗎，呢個唔係我諗出嚟。嗱，你嗰度都有啊。哇，係即係講到咁樣咁誇張喎，大家個都試過蜜月㗎啦，係咪可能一世人最開心嗰幾日就蜜月？以後咧就個夫妻生活咧真係又起又伏啊，真係好難理喻。嗱，呢個咁由聖經根據嘅何西阿書有啦。好啦，嗱，從感情世界睇，從感情世界睇，即係話我放開理性㗎啦，即係撇低理性先啊。話起初神嗱，我係追翻祖先啦，神和亞伯拉罕立盟約係咪啊？首先個約係嘛？OK， 係佢互相愛慕嘅結果喎啦。我用個又係一個即係已經係點樣啊？用愛慕啦，就即係呢個係好出位嘅形容詞啦。邊有講到啊？佢兩個我信你，你信我啫嘛？邊有愛慕咧？嗱，你邊能加落去啊？你話咁講啊？在曠野，以色列人嘅領他們領出埃及神立約。係延續啊，係延續嚟喎，冇咗啲以前就冇後邊噶嘛，就係咩啊？就係4個列祖啊，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所以創世記咧，最後結束就講4個人故事啊，係嘛？跟住到最出埃及啊嘛。好啦，嗱，雖然你話愛慕呢個字咧太誇張，但大家否唔否認神係愛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同埋約瑟咧？係嘛？否唔否認啊？梗唔會否認啦。為咗好重要嘅經文，神愛世人啊嘛。呢個世人啊，所有人咯。呢4個梗係世人啦。即係神是愛啊，記得啊。因為呢有啲嘢咧唔係，即係有啲我哋又可以推論嘅。因為有啲好基本聖經嘅真理係作為一個基礎，係咪啊？但係要話啊，我係用一個好緊要嘅字個愛慕啫。因為點解要愛慕咧？如果講到婚姻關係，如果兩個人男女冇互相愛慕嘅，點會走埋一齊生活啊？係嘛？你會唔會兩個人生活立咗約先？嗱，你咧就做家務，我啊煮飯，係咪咁啊？如果係咁嘅時，覺得喂講到咁樣，點解一齊生活做咩？嗱，咁即係呢個世界扭曲咗好多好純潔、好可愛嘅男女關係咯，夫妻關係嘛，即係俾多世界嘅嘢。因為人嘅罪性，其實簡單嚟講嚇，即係神所定嘅婚姻，佢係好圓滿、好好噶嘛。啲人犯罪之後墮落咗啫，其實呢嘢唔係正常嘅。喺上帝眼中係並不正常啊。OK， 好啦，跟住你話，咁我就問啦，又如何？你話 how 又繼續問啦。深深知道神與以色列人嘅愛情故事啊，呢個難喺度。你點知咧？嗱，你點樣感受咧？呢個真係我要做嘅功課。點樣咁嗱？你讀咗，你有時候係咁讀嚟讀，都讀唔出嚟喎。你明啊？你俾讀10次、20次都讀唔到嘅喎。即係未必讀得出嚟喎。我真係讀唔到啊，所以我就唔講啦。我真係讀唔到啊，所以唔講啦。即係我冇好啦。嗱，要深深知道神與以色列人嘅愛情故事，有呢個主題嚟噶嘛？要掌握研讀這段詩歌睇之經文嘅方法。哇，係即係話。你識讀先讀咗出嚟嘅喎，你唔識點讀啊？係嘛？咁點讀咧？OK， 嗱，呢個開始進入一個重心啦嚇。嗱，我真係認衰啦，我係能力不足嘅。我咧唔能夠將詩歌題材嘅感情釋放出嚟咩意思啊？逐字同你讀，逐字解到你咧，
即係感覺到，哎呀，神又咁樣嘅，哇，神好中意嗰啲人，好中意講，哎呀，神真係好嬲噶啦，唔怪之咁惡啦，我真係做唔到啊！點解？一來我又唔識嗰啲詩，二來又唔知佢俾住啲乜嘢啊！即係我哋即係，因為真係我係冇個資格。如果做到，我叫得抗啦，已經神學博士。即係我對一個咪神學博士咧，你真係花好多心灰揾到啲文獻研究，你先揾咗個結論出嚟嘅喎，係嘛？先做咗一樣嘢話 OK 好啦，咁我未起碼我真係讀書有限，我未曾揾到呢啲咁嘅著作啦嚇，即係或者有啲神學院 library 有啲人寫過啲嘢都唔定嘅，即係我又冇機會掂到啦嚇。OK 好啦，咁啊喂，咁點算咧？又唔得喎，呢度唔知點啊？咪停咗喺度？我梗唔會啦，要停咗度，真係唔使講啦。OK，咁點做法咧 ？OK，好啦，我試下啦。於是啦，嗱，我另一個方法幫助大家，即係包括我自己，進入一般嘅人間愛情世界。嗱，又要話呢個橋梁嘅，進入人間嘅愛情世界，然後跳入人與要多咗字啫，人與神嘅愛情世界喎。Make sense？嗱，點解咧？其實好得意嘅，感情世界係共通嘅。嗱，你留意就知啦。嗱，講愛情故事，中國又有，西方又有，我諗印度都有嘅，我哋唔識啫嘛。包括埋嗰啲冇文字啲國家都有嘅，可能係啊，即係呢個係人倫嚟㗎，知唔知啊？係神造人俾人一種咁嘅 instinct 㗎嘛。人男女互相愛慕結合，生兒育女，聖經一開始就講呢樣嘢㗎啦，所以唔好分㗎喎，係嘛？咁所以呢個係共通嘅嘢嚟㗎喎，即是話咧，講緊愛情經驗，我嘅、你嘅都差唔多，會通嘅，一講我就知㗎，係嘛？唔需要話我要成為你試下先咁樣，唔使咁樣㗎喎嚇。OK，嗱呢個係我方法啦。OK，嗱咁我解釋咗俾大家聽。點解大家要聽我兩首歌 ？OK， 好啦，咁就落啦嚇，好啦，啊，俾詩歌體更易釋放人嘅情感咩咧？係配有音樂嘅歌曲啊！嗱，大家明白，特別敬拜隊就知啦。點解你有時我中意敬拜多過聽講道咧？比較就係咩唔同意？因為你係釋放一個感情啊嘛，加上音樂係嘛。所以一啲有時有啲好所謂金曲啊，無論係基督教金曲咩咧，你睇一定係詞歌以合拍嗰啲，定係金曲嚟嘅，流行好耐㗎係嘛？爭咁啲咧，時代過就過咗㗎，係有個道理喺呢邊㗎係嘛？所以啦，我就試圖咧借流行曲幫助大家進入感情世界，用主觀直覺處理經文係啦。咁第一首講愛情流行曲咧就無奈啦，你都睇過啦。你聽過啦，我就唔放㗎啦。嗱，係鄭國江先生填詞，其實係中文老師嚟嘅啊。好啦，嗱有幾十你嗱我哋即係你 remind 咩嗱？有幾好重要嘅字啦，無奈咧，此去不易啊嘛，轉嚟轉去啫，捨不得你啊嘛，難捨難離係咪啊？即係嗱我即係其實意思就話一個人撇一個，撇嘅時候咧又唔捨得，佢想撇啊，哎呀拜拜啦！又唔走喎，拜拜都唔走喎，咁即係點咧？OK，就係咁。其實呢首歌咧，如果聽下邊個？死啦！唔係徐小另一個唱歌嘅死啦！唔係仲有一個講國語嘅，死咗嗰個邊個？鄭麗根，唔係即係死啦！真係真唔記得啊！邊個啊？鄧麗君係鄧麗君個例子啦。佢點樣唱係日文唱，佢點樣？其實佢真係咁講啊。佢話男朋友對唔住我分手啊？點解啊？我真係冇辦法，因為我嘅青梅竹馬撞返啊，兩者選其一，我都選咗個後者，所以對唔住，拜拜。哇！你係嗰個被拋嗰個心點諗？嗱呢首歌咧係講感情嘅，我唔係判斷邊個啱邊個錯，首歌係咁嚟㗎喎原來。
OK， 嗱呢個故事咁樣嚇。另一個咧，呢度啦，佢話期望這段情長延下去，係嘛？呢個 chorus 噶嘛，唱嚟唱去，大家一齊記得噶嘛。好啦，然後啦，意思話無奈地分手，難捨難離嘛。呢個故事係咁樣，呢首歌講咗好啦。紅顏知己講咩咧？就話咧，今生做不了你的唯一。原來中國係用呢個字，係咪先俾個唯一啊？好啦，讓我做你紅顏知己啊！其實第二個咩問題？當初真的太愛你，哇！如果我唔真的愛你話，就唔使咁傷心咯。OK， 好啦，呢啲就係嗰首歌啦，唔解好啦。嗱，所以咧，既做不到夫妻，唯有點啊？做個異性知己啦。係咁解嘛？嗱，因為可以男女，所以我唔講紅顏知己，其實異性知己啦嚇。我而家今日世界男撇得，你有女撇得，有女撇噶嘛？所以咧，嗱 ，OK， 嗱呢個都未得。我想睇一個真係8分鐘嘅愛情故事，大家睇下。喺呢度，跟住我想送上一首歌曲，係喺大約5年前，一位我好深刻嘅女朋友離開咗我，可能佢而家已經身為女人唔定，你明我意思？咁當我錄呢隻歌嘅時候，我曾經偷偷飲入過，但我冇俾到錄音師知道，因為我唔想佢明白我太深刻嘅感情。但係呢度，既然你係我個歌迷，我完全唔介意同大家分享我內心嘅世界。為何你的嘴裡總是那一句？為何我的心不會死？明白到愛失去，一切都不對，我又為何偏偏喜歡你？愛已是負累，相愛似受罪，心底如今滿苦淚，舊日情如醉，此際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見你。為何我心分秒想着過去？為何你一點都不記起？情義已失去，因愛都失去，我卻為何偏偏喜歡你？当年陈百强要求何超琼出演自己的 MV， 高调在镜头前介绍何超琼是自己的红颜知己。而彼时两人就像一对娱乐圈连体婴。愛已是負累，相愛似受罪，心底如今滿苦淚，舊日情如醉，此際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見你。為何我心分秒想着過去？為何你一點都不記起？情義已失去，因愛都失去，我卻為何偏偏喜歡你？情義已失去，因愛都失去，我卻為何偏偏喜歡你？前一位我好深刻嘅女朋友離開咗我，可能佢而家已經身為女人唔定。咁當我錄呢隻歌嘅時候，我曾經偷偷飲入過。陳百強得知何超瓊出嫁後，深情為他一連開了幾個告別演唱會，含淚唱了這首歌後鬱鬱而終。冷暖那可休，回頭多少個秋，
尋遍了卻偏失去，未盼卻在手。我得到沒有，沒法解釋得失錯漏。剛剛聽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裏追究。盡我這一生，捉不到已跑開，一生何求？迷惘裏永遠看不透，沒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陈百强过世后，姚喜莲离去伤心地，返回广东省独自生活。听说他依靠音乐版权及抚养费养老，晚年时期活得很安逸。除此之外，陈百强的知青何超琼私底下给陈百强妈妈每月10万生活费，并且为了能让家庭保姆照料陈媽，购買了一棟房子赠給保姆。保姆盡職盡責，陪陳媽媽走完了最後一程。長夜空虛使我懷舊事，明月朗相對念母親。母親愛心有善像碧月，懷念怎不比莫禁？長夜空虛怎冷夜半日，遙路遠碧海是我心。父母親愛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裏問何日報，親恩應該報，應該識取孝道，唯獨我離別無法為親講，輕彈曲韻夢中送，長夜空虛怎冷夜半日，遙路遠碧海是我心，父母親愛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裏問何日報。陈百强去世之后，何超琼当着众人的面发誓，表示自己一定会照顾好陈百强的妈妈。而多年过去了，何超琼也从未食言，不仅经常去看望陈妈，而且还每月都会给陈妈妈10万元的生活费，整整坚持了30年。除此之外，他还为陈母雇佣了保姆、保镖，所有的开销全部由他一人支付。光是看他对陈母尽心尽力照顾的态度，就足以证明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懷念怎不比莫禁？長夜空虛怎冷夜半日，遙路遠碧海是我心，父母親愛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裏問何日報，親恩應該報，應該識取孝道，唯獨我離別無法為親旁，輕彈曲韻夢中送，長夜空虛怎冷夜半日，遙路遠碧海是我心，父母親遺落嘅歌曲，至到而家好多歌迷朋友都中意聽。我身為佢啲家人嘅，我聽見都好歡喜，好安慰。连续35年坚持每月给陈百强母親10萬元生活費，何超瓊完美詮釋了真實的豪門虐戀情深。我曾經偷偷飲泣過，為何你的嘴裡總是那一句？為何我的心不會死？
喺呢度跟住我。
係啦，其實咧我哋都睇到啦，即係就呢個好多愛情故事啊，唔知大家睇過《運轉南橋》啊、梁祝啊、Titanic 啊呢啲戲係咪啊？咁咧睇過啲電影嘅人咧，好多都係哇都帶住包紙巾入去先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大部分嘅觀眾都入咗戲啊，係嘛？如果睇戲唔入戲唔好睇嘅，知唔知啊？中間分明，愛恨交叉啊！好啦，當自己成為戲中人咯啊！特別女士，我見我阿媽、我阿婆都係嘅，一睇戲就哇！帝女花唔知喊得幾多次，佢睇帝女花啊嗰時係啊！好啦，但我自己都有感覺嘅。我曾經睇有個戲叫《時光倒流70年》啦，唔知有冇睇過印象？最後一幕係點咧？個男主角啊，唔知透過咩方法咧，就透過去翻70年前嗰個時間，就見翻個女朋友，發生咗感情，跟住咧突然間就有啲嘢令到佢要走翻轉頭啊！嗰種難捨難離咧，你睇完之後咧，真係㗎，真係好有即係特別有啲即係感覺嘅，係嘛？係有呢啲咁嘅地方啦。其實講到咧一樣嘢咧，我好奇怪，我都好中意睇呢啲戲㗎。點解咧？我中意睇乜嘢咧？啊！呢個人咧，兩個男女好耐唔識㗎喎，點解突然間會撻着火嘅咧？點樣可以突然間會撻着火咧？即係啊！呢樣真係好有趣嘅橋嚟嘅。我聽過啲有年青人咧，特登安排，喂，你想追個女仔啊 ？OK， 我哋去做場面先。佢都係偶然相遇啊，有乜有物啊？有時聽到你講嘢都好搞笑，點啊？即係有相信咧，我哋大家諗下你自己呢，所謂同你嘅而家嘅配偶啊相遇嘅刻咧，有啲嘢令佢撻着火嘅咧，即係好唔同係嘛？但我識電影嘅人咧好叻㗎喎，真係寫到㗎喎。佢寫唔到咧就出唔到街嘅，知唔知？就唔賣座㗎係嘛？OK， 好啦，嗱，咁我其實問題嚟啦。當我睇翻頭先嗰啲故事啊歌號咧，都會睇出啲故事劇本有個套路㗎喎。但係啲咩叫套路啊？即係 pattern 啊。套路乜嘢咧？得不着的愛情，沒有結果的愛情。點解？講到啲人咧，如果嗰啲人嘅擦着火越感人，越搞笑，越覺得哇，佢真係天生一對啦！啊，佢哋就應該嘅婚姻美滿啦，要晴天霹靂，嘣一聲拆散鴛鴦，冇結果。嗱，其實何超瓊啦，同埋阿陳百強唔係就咁咯，係嘛？即係兩個金童玉女啊嘛，佢哋話嚇，突然間有個大人物出嚟拆散咗。嗱，咁咧，當你睇嘅人咧就好失落，令人遺憾。所以呢啲劇種咧，永遠都有銷路嘅，不同點拍都好，一定有人睇，有人帶電紙巾入去喊。如果唔喊嗰啲就唔收得，係咁噶嘛。OK， 好啦，但係咁啦，我家主琴日講嗰啲啦，我話比較耶利米書描述啦，神與以色列人嘅愛情故事，是否都一樣得不着的愛情個 pattern 咧？係咪一個沒有結果嘅愛情故事咧？結局令人遺憾咧？好啦，問大家，你讀咗一次啦，有冇乜感覺咧？可能感覺唔到啊，因為我都唔用感情去讀。我知道善有善報，惡有報，唔聽我就受管教。神咧就俾機會你，你唔翻轉頭就有事，係咪咁啊？我哋唔會覺得㗎喎。嗱，但我覺得咧，唔單止係遺憾啊，係惋惜。點解啊？嗰啲背棄愛情者，即係講以色列人啦嚇，會在一個萬劫不復嘅深淵，咩事被人欺凌。呢度咧，我真係即刻我得嗰度諗下。其實聖經我講唔好講，我就係講耶利米書。有邊個地方咧係講到神懲罰嗰啲人咧？嗱，你試下揾下。但係有講到結果喎，例如第一章講話咩燒紅糟鑊啊，啲水坐不向南倒落呢度啊，係咪呢啲嘢啊？係呢啲啫喎。跟住後邊呢？點解你跟住讀咧？你再見到有噶啦。但係最真係呢啲結果嚟嘅喎。突然間我想下，我哋唔好用理性諗呢樣嘢嗱。
我用一個我寫低啦，浪子的故事。浪子的故事大家明白，個兒仔啊，佢點解翻轉頭啊？生活悲慘啊！生活悲慘，你個父親做㗎，個父親特登揾人整蠱個仔，得個浪子回頭啊！今日出個世界係咁衰啊嘛！即係有意識話，真係好感恩啊！我哋早2堂咧，我咪睇大輪睇亞述啊，即係巴比倫啊。其實大家睇嘅時候都有個疑問，佢哋興起係點樣咧？係神得叫興起而被做啲工作？點樣理解呢啲事件咧？但係好似我嗰時話，神人互動，神有嘅主權，有佢自己嘅知道嘅嘢，人有個自由意志，有個想做嘅嘢，都要負責任。等於嗰啲亞述啊、巴比倫佢哋興起係佢自己搞嘅，我哋睇過嗰啲歷史一簡單係咪？但係佢哋要攻打人就梗㗎啦。但係你睇翻以賽亞書嘅時候，個希西家王一打唔到啊，一神保護佢啊嘛。
远地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凭你永远归我为妻，用以慈爱诚实待你。我愿夺得主的心，用我注视的眼睛，我的心如今必得净，星辰家国存留为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戴在你手臂上如坐骑，你的爱情见证胜过死亡，总水不能熄灭，不能淹没，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戴在你手臂上如坐骑，你的爱情见证胜过死亡，总水不能熄灭，不能淹没，我赐你柔心代替实心，把律法写在你心里，我用水将你洗洁净，你种罪恶我全忘记，以你变上我的意志，你手心发我的平安，你手肘足我的祝福，以你流血我的生命，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戴在你手臂上如坐骑，你的爱情见证胜过死亡，总水不能熄灭，不能淹没，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戴在你手臂上如坐骑，你的爱情见证胜过死亡，总水不能熄灭，不能淹没，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戴在你手臂上如坐骑，你的爱情见证胜过死亡，总水不能熄灭，不能